各位在线上直播前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这时候一起跟你身旁的家人们说，今天晚上你要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今天晚上你要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相信在今天的晚上，神会行奇妙的神迹在这个当中。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从今天开始的敬拜，让我们真的是专心专注在他的里面，神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跟你旁边人说，有神同在就能战胜一切。阿们。有神同在就能战胜一切。有神同在，我们不再惧怕。有神同在，不再惧怕。有神同在，我们充满盼望。阿们。让我们充满盼望。我们一起唱这首歌。从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从火中行过，你必遮盖着我。你双手医治，你显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你赦免罪孽，医治一切疾病，你赐下应许，叫我们的痊愈。你战胜死亡，你践踏仇敌，你掌权在全地，伟大的神，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神是奇妙的神，奇妙的神，不住高唱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大力的拍掌，大力的欢呼。今天我们在家中，我们依然要尊荣我们的神。阿们。从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从火中行过，你必遮盖着我。你双手医治，你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你赦免罪孽，医治一切疾病，你赐下应许，叫我们的痊愈。你战胜死亡，你践踏仇敌，你掌权在全地。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高唱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再一次说，伟大的神，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
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奇妙的神，不住高唱敬拜我神。在腓立比书4章6到7节这样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一个人祷告的力量是不够的，但当我们越多人祷告，越多力量。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唱这首歌，以祷告的心来唱。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更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香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哈利路亚！我们再用心灵诚实的心来唱。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更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上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
听每个呼求。再次说，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上，自己值得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我们先为疫情的事情来祷告，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的灵命来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求圣灵持续保守看顾这样的疫情，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仍旧给我们得着平安，在灵里面得着自由。我们数到3，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1、2、3，哈利路亚！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啊！求你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哈利路亚！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上，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再一次说祷告的力量，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上，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再次说，祷告的力量，我们要不停的祷告，不停的战神歌唱，因为神是配得赞美的神，哈利路亚！献上心上，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你必心事，你必垂听你心事，听你心事，你必垂。再一次说，因你心事，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哈利路亚！神，你是听祷告的神，神，你要带领我们，神，你要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祷告当中更加有力量，能够在你的灵里面能够得着平安与自由。谢谢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祷告奉靠主这么来求，阿们。各位在线上参加祷告会，主内亲爱的家人们，愿你们平安。从上个月5月19日一直到现在，全台湾的百姓，大家的生活进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一种状态，因为这个 COVID-19 的一个疫情的影响，全台进入了第三级的警戒。其实这1个多月以来的这个生活，其实对大家来讲都相当的不容易。
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步调受到了限制，连带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收入也都受到了影响。特别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在经营餐饮业，或者是有开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真的很辛苦。大家的收入也因为这一波的疫情大打折扣。兄弟姐妹，我们大家齐心要撑过这一波的疫情。虽然在今天下午卫福部有宣布这波的疫情，我们这个3级警戒要延长到7月12，不过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仍然要举起我们祷告的手，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疫苗可以普遍的一个施打，普及的施打，我们要为着已经施打疫苗的这些百姓，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希望这个疫苗进到他们的身体里面，是成为他们身体的帮助，能够产生这个抗体。我们也要为着整个的疫情来祷告，盼望这个疫情很快就过去。甚至于我们也要为着已经有染疫的这些百姓，我们也要为他们来祷告，求神透过现代这样子的医疗、这样的科技来医治他们，让我们的百姓、我们的生活都能够恢复正常，不再过那个提心吊胆的生活。我们要求神来看顾、来怜悯，并且来垂听我们的祷告。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同来祷告。我们祷告之后，我们的心就充满平安。神要带领我们经历从那个苦难进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平静与祝福。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再次献上祷告。从早晨到现在，你带领与我们同在，我们出我们入，你保守看顾。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此刻我们要为着这一次的疫情来献上祷告。主要虽然这个肺炎的疫情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虽然这样子的疫情让我们的整个生活受到限制，但是神，你也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看见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将那些已经有染疫的，神你怜悯，神你施慈爱，神你透过现代的医药成为他们的帮助，让他们能够恢复健康。我们也将我们所需要的疫苗来仰望在神的手中。主啊，无论是日本或是美国，他们有爱的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也愿神祝福这2个国家，透过他们的疫苗来帮助我们的国人来施打，主也让他们的身体里面产生的抗体成为帮助。谢谢主，也为着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所要领受的信息，也再次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你的眼目看顾，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这个时候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今天的主题经文，记载在旧约出埃及记的第2章23到25节。出埃及记第2章23到25节，由我来攻读这几节的经文。23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25节，
上帝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们圣经读到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物转星移，什么叫人事全非。或许我们可能会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在埃及为奴？他们为什么会在埃及做苦工呢？其实这个我们就要再回到前面的圣经，在创世纪的地方37章，从那边就开始已经有在记载雅各的儿子约瑟，就是那个老爸特别疼爱他，特别为他做了一件才艺，只有他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没有。就是那个爱做梦，就是那些哥哥们恨得他，恨得牙齿痒痒的，哥哥把他当作眼中钉的那个。当哥哥视约瑟为眼中钉，将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之后呢，约瑟就开启了他一连串的一个漂流的生活。他之后被辗转带到埃及，那在埃及的地方又被卖给一个法老的一个臣仆，一个护卫长波提乏，卖到他们家做一个仆人。本来仆人也做得好好的，但是谁知道他受到他祖母的诱惑跟陷害，几经波折之后，原本已经不抱希望的生命，不抱希望的人生，既然成为一个逆转胜的人生。约瑟竟然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并且他被授权掌管这个王室的家庭，还有管理埃及的百姓。那么后来因为这个遍地遇到非常严重的饥荒，到处都没有东西吃，只有埃及有存粮。于是乎有很多的人就来到埃及来找约瑟，在那边要购买粮食。埃及这个地方充满了食物，约瑟的哥哥们他们也听说只有埃及有东西吃，所以约瑟的哥哥们他们也从埃及的地方，从这个迦南地的地方下来到埃及，也是来到约瑟的面前，要来购买粮食。也因为这样，开启了他们认亲团圆之路。在法老王的允许之下呢，约瑟将所有的亲人从迦南地的地方来到埃及来居住。当时这个雅各要带领整个家族要从这个迦南地要搬到这个埃及地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个工程。想想看他们的距离差多远，再想想看当时也没有所谓的搬家公司，他们要怎么样来搬这个家。再过来算一算他们家族里面的人口，大大小小所有的家眷加起来都快要70个人了，所以这个搬家的阵仗相当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特别对雅各那个时候来讲所以到底要不要搬，这个就不是他们能够很轻易很随随便便就可以下决定的。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45章，我们来看一下法老那个时候到底对约瑟说了什么。在创世纪的45章18到20节，法老对约瑟说，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他们，要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的肥美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的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
雅各的整个家族，他们愿意从迦南地这么远的地方搬到埃及地，主要的原因我想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埃及法老王，他非常的热忱邀请让约瑟他的父亲他的家族可以搬来这里住。不只是法老盛情的邀约啊，经文还告诉我们，还特别派这个车子要去迎接他们。哇，这就不像以前你想想看，我们哪里有很好走的路？没有，我们也没有很好的交通工具。可是在那个时候，埃及的法老王竟然愿意派车去迎接他们，去让他们搬家搬过来。不像以前他们去到哪里都一定要用走的。而且在埃及这个地方后来他们想想，哇，这里的粮食相当的足够让他们一家，足够不只是让他们的家人，甚至他们的家畜都可以来使用。并且还有一个原因，如果说这个雅各他们能够来，整个家族从这个迦南地搬来到埃及，可以跟约瑟他们一家整个家族大团圆。哇，这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的47章5到6节，法老对约瑟说，你和你的父亲和你的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的面前，而且怎么样而且他说，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珊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从这里我们看到，除了这个法老的邀请之外法老还给他们非常好的礼遇，让他们住在全埃及地最好的地段，就是歌珊地，并且善待了约瑟的家人、约瑟的家族，而且还跟他们说，如果在你的家族当中有一些能力很好的很能干的人，还可以派他来做管理这个牲畜的这样子的工作。当然做这个工作就一定能够多少赚到一些钱。哇，这真的是很棒。记得刚刚有说过，包含当时约瑟他一家4口来到埃及，这个雅各的家族大大小小差不多70个人。但是想想，从一个备受礼遇的客人，或是说有少部分的人，他是很有能力的，他是担任看管者的这么大的一个家族，为什么最后会落魄到成为埃及的奴隶，被奴役呢？原来就是在今天我们有看到这个经文，出埃及记的1章8节有提到的，原来是改朝换代了。第8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这个新登基的这个法老王，他因为对这个约瑟的事他毫无所知，所以他既然不知道，他也就没有照着过去的法老王是怎么样款待约瑟他的家族，他就没有用过去法老王的方式来善待以色列人。而且经过那么长久的时间，以色列人跟摩西他们在埃及的这些事迹，人们似乎早就已经忘记了。人虽然已经忘记，但是上帝却没有忘记。埃及的新王，他不但没有礼遇，没有善待以色列人，他反倒还处处的压迫居住在埃及地的这些犹太百姓。如果我们要更了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去看出埃及记的1章9到14节。埃及的新王他担心以色列的百姓比埃及人还要多，而且比埃及人还要强盛。
他担心以后会不会以色列百姓他们会不会联合其他的仇敌来攻打他们、攻击他们。想一想，为了不要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最妥当的方式就是怎么样？最妥当的方式就是先下手为强。于是他派了督工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这些以色列百姓，并且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为做苦工觉得好命苦。所以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是和泥巴也好，是做砖头也好，是在田间做这些农事也好，所有的工作全部都非常严厉的对待他们。法老王跟埃及的督工，他们不是一次两次在挑毛病，在找麻烦，他是一而再再而三来增加以色列百姓的痛苦。所以当这个摩西跟法老要谈判，要带着以色列百姓去到旷野，要走3天的路程，要在那个地方要祭祀，要敬拜耶和华上帝。当这个谈判之后啊，哇，这个埃及的督工就更加的恶待以色列百姓，连做砖的材料也不给他们了。你要做砖可以，你自己去找材料，自己去剪草。以色列百姓他不只是要自己去找制砖的材料，而且被要求他做这些砖的数量要跟之前这些埃及人提供他们草料要做的数量是一样的。万一呢这个做砖的数量不足，就强灌一些名义，懒惰，你们就是懒惰。哇，强灌这个懒惰的罪名，这真的是非常的强人所难。用句台语来讲，实在是假人告告。所以难怪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痛苦不堪啊！以色列人的官长也向摩西跟亚伦去表达他们受害、他们受苦的这些心声。23节有提到，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到上帝。摩西听到以色列人这个官长的投诉，摩西的心里相当难受啊。摩西他认为说，哎呦，不过是照着上帝他的吩咐，就去跟法老王说嘛，容许让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去到旷野的地方去敬拜上帝。他只不过去传达这样子的事情而已，结果没有想到，竟然害苦了这些百姓，甚至连百姓的官长也来向他投诉。摩西的心里深深的感到委屈，他也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既不讨好上帝这边，也不讨好百姓这边。摩西也没有办法，于是摩西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上帝陈明。上帝果真垂听他儿女的呼求，而且应允所立的约。在2章24节这边说，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在6章4节也有提到，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百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懂得向上帝哀声，向上帝呼求，因为他们知道上帝听得见，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上帝纪念。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的耳朵倾听他百姓的声音。上帝不只是听见，他的眼目更不曾离开他的百姓。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2章的25节。25节记载，上帝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
他们的苦情。上帝不只是看过他的百姓，上帝更是知道他的百姓现在正在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处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与其他的宗教他们所信的神不一样，同样都是在敬拜神，但是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所敬拜的主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的耶稣基督，而且是唯一能够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权势的主。我们所欢迎的圣灵呢，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并且圣灵他时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来祷告。面对我们现在所遇到的疫情的难处，面对我们现在遇到的忧伤、遇到的意外、疾病所带来的难处与困境，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不要害怕。马太福音的第10章28节，主耶稣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那我们不要怕他们，那我们要怕谁啊？经文继续说：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要一起来唱，请听我的心，把我们的需要用这首诗歌来祷告，来交托在主的面前。主耶稣，请听我们的心，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苦情，神知道他百姓的苦情。我们一起来唱，请听我的心。神要倾听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唱。当我悲伤难挨，数不尽最深的悲哀，亲爱主，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当我希望满怀，得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白。主垂听，来，我们当我悲伤，当我悲伤难挨，数不尽最深的悲哀，亲爱主，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当我希望满怀，逃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
的教会有弟兄姐妹们正面临极大的难处，有发生意外的，有住院手术的，或者是因病突然死亡的。此时此刻，我们要特别为这些在悲伤中、在困苦当中，或是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神是听见的神，神是知道我们苦情的神，他要垂听我们的叹息，我们的哀求，我们的呼求，就如同当时上帝他垂听以色列百姓的苦情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鼓励你，把你的需要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把你的重担卸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要来求主来将他的安慰厚厚的临到我们桂梅姐的家，还有她的家人。我们也要求主来医治住院的、手术的、车祸意外的，或者是慢性病，不管是胸腔、是腹部、是肾脏、内脏、是肠胃道不适的，或者是下肢方面软弱不方便的，是癌症的，是年长的，或者是在家中在安养院安养的。我们要将这些弟兄姐妹用祷告来托住他们。不止如此，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知道哪一个弟兄姐妹他有需要的，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提名祷告。当我们众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诗歌说多祷告多有能力，越多人的祷告，我们来求神来垂听。我们一起来开声，或是在你的在你自己的身体方面，你有哪个地方是不舒服的，你就把你的手按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不只是为他人来祷告，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求耶稣来医治一切的疾病，来断开一切捆绑人健康的黑暗权势。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哦，亲爱的主，亲爱的神，主啊，你垂听人的祷告。主啊，你不只垂听，你也知道我们人的需求。主啊，你当时是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你听到他们的哀求，听到他们的苦境。主啊，你知道，你就记起他们与你所立的约。照样，主啊，我们要将我们这些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摆在你的手中。主啊，特别我们将刘桂梅姐妹她的家族人仰望在神面前。主啊，她失去了她的孩子。主啊，对一个母亲来讲，这心里是多么的痛。主啊，我求你来怜悯这个家，怜悯他们的家人，大大小小。主啊，他们需要你的安慰，需要你的扶持。主啊，人的安慰有限，但是生命里面你有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亲自为他们祷告。哦，主啊，我们要为着身体有欠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不管是在我们的胸腔、背部、肾脏，主啊，肠胃道，或者是在下肢，弟兄姐妹，只要他们的身体有任何一处不舒爽的，主啊，你当时能够医治那么多疾病的人，患病的人，连瞎眼的主啊，你都能医治，瘸腿的也能让他行走，甚至死人，主啊，你都能够让他复活。主啊，我们深知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亲自施行你医治的大能，在这些有需要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你断开一切捆绑他们健康的黑暗权势。主啊，让他们能够恢复到神你所创造的健康。主啊，我们也将电视机前面、网络前面弟兄姐妹他们身体软弱，他们手所按到的地方，主啊，也交托在你的面前。求你继续来怜悯，继续来施恩，让他们极大的信心，使用现在的医疗，也成为他们极大的帮助。主啊，你将那个药量，他们所吃的那些药剂，能够发挥极大的效能。主啊，我求你怜悯，求你垂听，也按照主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来成就在他们身上。谢
谢谢主，谢谢神，主啊，让我们再次经历到你就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你不只活在过去圣经当中，主啊，你更是活在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亲身经历你，主啊，亲身经历你。谢谢主，谢谢我们的神，垂听我们众人在主面前所献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继续来唱，请听我的心。当我悲伤难挨，诉不尽最深的悲哀，亲爱主，哦，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让我希望满怀，道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哦，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当我悲伤难挨，诉不尽最深的悲哀，亲爱主，哦，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当我希望满怀，道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哦，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我们继续来祷告，我们继续来祷告，我们要为着列国来祷告，为着缅甸早日能够恢复民主自由，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我们要为着缅甸祷告，我们也要为着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国家，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处在非常严重的疫情当中，所以我们也要为他们来守望。我们不只是为自己祷告，我们也为别人、别的国家来守望。为着台湾，我们特别是北部的地区，双北、新北跟台北，还有基隆、桃园、苗栗，为着我们这些地方的疫情可以早日获得控制，也为着我们的疫苗可以顺利的来量产，让我们国人在施打的时候，这个效能是能够很好的，然后也让我们在这波疫情当中，我们持守到底，我们配合政府，让我们的警戒可以提早的来解除，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先为着列国、缅甸、印度、越南、泰国，我们为着我们国家的疫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主啊，这些列国都是主你的掌权的国家。主啊，奉主的名，我们要将缅甸仰望在主手中。主啊，他们的政治动乱，主啊，需要你的恩典。
主啊，需要你的恩典，许多的人民，让他们不再受到政治的因素受伤被害。主啊，让这个缅甸果真能够恢复到民主自由而且正常运作的国家。主啊，求你亲自来施恩，主啊，恳求你亲自来怜悯。我们同时也要为着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还有东南亚这些国家，主啊，他们也是正处于严重的疫情当中，他们所受到的疫情的威胁，主啊，不比我们少。主啊，就求你亲自来怜悯，给政府里面相关的官员，主啊，给他们有智慧，给他们有能力。主啊，不管是在这些疫苗当中的施打，或是在他们生活当中他们要来谨慎自己的脚步。主啊，让他们不至于疫家的扩散。主啊，我恳求你来怜悯。主啊，这些国家是属于你的，主啊，这些百姓也是属于你的。就恳求你亲自施恩，亲自来带领。主啊，虽然台湾、我们双北、基隆、桃园、苗栗等等的地区，主啊，虽然还是有一些严重，但是主，我们看见每一天染疫的人数渐渐在减少。主，我们相信你在其中，你也帮助特别是我们国家在制造这个疫苗的时候，说你帮助我们可以顺利的产出，而且能够有足够的量来成为我们台湾百姓的帮助。当我们在施打的时候，也能够有好的效能，让我们的身体能够产生足够的免疫力。主啊，求你来恩待，不只是东南亚这些国家，这些疫情仰望在主手中，台湾更是。主啊，我们希望能够早一点能够将这个警戒来解除。主，就恳求你帮助我们的百姓谨慎我们自己。主啊，能够谨慎我们的脚，不随便乱跑，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守住，让这次的疫情能够很好的得到控制。主啊，甚至消失。我们求你来恩待。谢谢主，谢谢我们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要继续来为我们教会来祷告。今年度我们教会的成长目标，不管是聚会、主日礼拜也好，盼望我们的人数能够达到800位，我们的小组能够有600位的弟兄姐妹参与在其中。我们也希望我们祷告会能够突破，能够有100人来参加。弟兄姐妹多祷告，多有能力，众人的祷告神垂听。所以我们也要为着我们的教会，虽然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处境似乎很艰难，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共同的投入参与，但是神要做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是右昌教会的一份子。当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时候，神要做的工会比这个更大。所以不要看清说我是年轻人，所以上帝不会用我。不，上帝要用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特别是在我们在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用我们的服事，用我们的金钱，用我们的时间，这个都是献上我们自己，好不好？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的奉献能够成长来祷告，为着我们的社区事工，现在虽然没有办法来做，但是这段时间都是神在帮助我们来调整的时间，都是神在帮助我们等候下一波的丰盛要进来。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社区事工来祷告。刚刚有提到要为着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很重要。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我非常渴慕在周三的祈祷会都会有弟兄姐妹做见证，这个见证非常激励。所以当我们一起祷告，提名为弟兄姐妹的身体来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哪一个弟兄姐妹得医治了，神让他恢复完全的健康了，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站出来，要跟大家分享神在你身上做奇妙的大能。不要把那个神给你的恩典，把它怎么样，把它包起来，隐藏起来，
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因为你的亲身经历，要信仰得到更大的激励跟帮助。所以我们也要特别为着陈玉芬姐妹，她的母亲蔡宝琴姐妹，她昨天做了颞骨的这个手术，在这个胸椎的第8节的地方有压迫性的骨折，我们要为她的术后的复原来祷告，让这个颞骨的手术能够很成功之外，她的恢复也能够很好。那我们也要特别，刚刚有提到要为桂梅姐她的家族祷告除此之外，我们要为着这个礼拜天她的儿子萧伟翔弟兄早上7点半要举行这个入殓告别式火化，那下午1点半要在橄榄园要做这个安葬的礼拜，所以我们要为整个的安葬、整个的葬礼的顺序都能够很顺利，程序很顺利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有适宜的天气，能够不被天气来搅扰，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同心的来祷告，同心的来祷告，为着身体欠安，为着我们的社区工作，为着我们的教会能够有一个成长的目标能够达成，这是一个目标，也是我们的一个期待。当我们达到这个目标，就表示我们又更加的进步了。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的祷告不灰心。主啊，让我们的祷告是能够多祷告，多有能力。神啊，当我们众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垂听，你垂听。当我们的哀声、我们的呼求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神你就成就，将我们的教会仰望在神的手中。虽然现在因为疫情，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主啊，我们在线上的聚会的人数也或许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有些长辈他们不会使用，他们也没有办法守主日或参加祷告会。主啊，求你来怜悯，求你来帮助。我们需要的是主啊，你来稳定整个疫情之后，主，我们就很快的能够在一起来聚会，为着我们教会今年度的成长目标来线上祷告。无论是参加礼拜的人数，参加小组的人数，参加祷告会的人数，主啊，或者是我们的会员增加，都仰望在神的手中，因为神你要来激励我们，你要来帮助我们，你要透过我们的手，我们所做的幸福小组，你要再一次将属你的百姓，主啊，拉回来你的羊圈当中。主啊，恳求你给这些还未信主的这些幸福小组 base 的，主啊，给他们有得救的智慧，给他们有得救的智慧。主啊，能够来认识你，认识这伟大的主。主啊，我们也期盼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奉献能够成长。主啊，就求你亲自来动工。主啊，你来为我们营造适合的环境，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在我们的收入方面能够有神你大大的施恩去祝福。主啊，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就用我们自己所有的来献在主的面前来回应你。谢谢主，谢谢神，也将我们教会的各项社区的事工仰望在神你的手中。主啊，你来带领，你来带领让整个社区的事工，主啊，等到疫情恢复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做。无论是学校里面的，主啊，是在公园里面的，主啊，是在教会当中的，是在幼稚园的，主啊，是在幸福小组里面的。主啊，每一个工作，我们都交托在神你的手中。主，我们深信你要带领，你要带领。我们也将身体健康的弟兄姐妹再次仰望，特别是昨天做的骨泥手术的这个蔡宝琴姐妹，仰望在神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将她的术后的这个恢复仰望在神你的面前。主啊，你让她的恢复可以顺利，你让她的伤口有很好的复原。主啊，让她日后她的生活作息都能够像以往健康的时候一样。我们求你来恩待，也将桂梅姐的儿子伟翔弟兄他这个礼拜天要举行告别式，要入殓，要火化。主啊，你来保守，赐给我们有合宜的天气，
主啊，让我们在在办理这些丧事的事宜的时候，过程都能够顺利但是礼拜天的下午1点半也要安葬。神，你带领他的灵魂回到父家中，主啊，你也带领他的遗族们，主啊，真的是能够有主你的安慰临到，主你厚厚的保抱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求你来怜悯，求你来垂听，谢谢主，谢谢神，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主，你是听人祷告的主，你是听人祷告的神。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年日，但是我们所能做的是将我们自己摆在神手中，我们尽力的活出每一天能够荣耀主，能够帮助人。主啊，就求你将你极美的生命，主啊，好像抠笔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亲自用你的话来跟我们的心来对话，你也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来遮盖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属神的儿女，是带有极大的权柄，祷告的权柄，一个征战在前方的一个器皿，使用我们的祷告，不只是我们自己得到帮助，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们要散会的时候，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阿们。愿神的平安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今天晚上好不好？如果你跟你的家人一起在线上祷告会，请你们继续用祷告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祝福，为着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的家庭家人来祝福。多祷告，多有能力，上帝祝福你平安。